着 Brother， 想像一下 Luka 當年呢位斯洛維尼亞嘅籃球狂人，本來喺獨行俠咧能夠簽咗5年3億幾嘅美元嘅底薪㗎，結果喺25年2月一場嘅大交易換到湖人，損失高達成1.5億㗎，超狼嘅決定係咪？為咗追求呢個冠軍夢去放棄嗰堆錢，進入紫軍軍團，配上老將拿邦占士，幾有火花。哥仔呢個唔單止係玩波，佢仲玩心機啊！喺今年聖誕前夕，自投腰包咧，狂擲30萬美元俾湖人103位成員，包括後勤、阿姨、工作人員、球員，每人一台高檔嘅電動自行車喎。唔係開玩笑啊！每輛價值3300蚊㗎，怒擲30億30萬嘅愛心炸彈。呢個電動呢個唔係隨便送嘅冰鈴豪華驚喜，而係 Luka 喺度話團隊先至係王道 ，brother。喺 NBA 呢個叢林競爭裏邊，球星常被貼自私嘅標籤，但係佢用行動咧 slam dunk 呢啲嘅梗。湖人12月嘅防守崩壁的老大姐，我哋好似 S 屁股一樣咁嘅禮物，就一劑嘅暖心不苦，凝聚人心，俾大家感覺我哋都係一家人，騎上呢個衣幣一起衝向季後賽啊！唔經個人犧牲，對，去放棄錢包裏邊嘅山，換來係團隊攞熱支持，呢唔單止係青春嘅真諦，年輕人，我哋係應該學一學，喺追夢嘅時候唔係淨想 solo， 犧牲小我。換大我，騎上你嘅電動車，帶着伙伴們飛奔未來。Luka 嘅 move 超 inspire， 證明金錢嘅遊戲裏邊，愛與團隊永遠都是 MVP。